讲到这攻击性真强的比特犬，进前就捌甲人咬甲重伤，对111年3月开始呢，就袂当饲啊。也毋过一寡比特犬是进前就有民众饲的。昨民众伫咧赛车伫台北文山区等红灯的时阵，想袂到这车通出来拍开，伊饲的比特犬就跳出去，咬这骑奥多巴的民众。也因为这个赛车的主人无做好防护，上当可能会罚到15万。也若这只有攻击性的比特犬，这动保处目前还搁伫咧评估讲要安怎来处理。为头前监视器，会当看到停等红灯的乌色的车，正边后壁车窗有穿蓝色雨衫骑机车的人，煞来车窗拍开，一只狗仔跳去甲骑机车的人，为后壁车行车记录器。影片4秒的时阵，狗仔跳出来甲骑机车的人，这个骑机车的人搁要倒伫涂骹。饲主虽然伫10秒了后，甲狗仔扭掉的，不过狗也是假安安，搁开10外秒，狗仔才完全放开。本属于14年3月6日8时21分许接获119转报称60岁男子遭狗咬伤，犬只自后座车窗跳出，造成该名骑士腿部受伤。中会发生代志的万米街2段，伫辛亥国小地下停车场前，受伤的查甫人的机车也个雨伞拢还阁留伫原来所在。询问附近的店主，无人看到狗仔攻击的事件。不过伫同一路口等红灯骑机车的人讲，看起来真恐怖。车主也很怪，为什么都没有把它就是做一个安置的措施抓好？对啊，其实蛮衰的、其实蛮衰，他只是乖乖在旁边等车而已。对啊，超可怕。所以你以后会尽量保持安全距离。台北市动保处证实，攻击犬是比特犬，有宠物登记，晶片记录是9岁，互狗仔为车内跳出来咬人，若是依照台北市动保处理条例，载运猫仔狗仔无采取有效防护措施，罚2000至1万；若是依照动保法攻击性宠物出入公共场所，无采取适当的防护措施，罚3万至15万。我们还没有评断，只要等我们市政比较齐全之后，了解再决定我们应该怎么xử罚。因过比特犬攻击事件真多，搁发生驾驶民众的意外。111年3月开始已经禁止饲，不过禁用进前都有伫饲的狗仔，会当透过登记继续饲养。动保处表示会赶紧调查，收集事证。若是家伤人的比特犬是毋是会没收，目前还搁伫评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